各位老師大家好，我係 Frankie。我知道如果一講起 AI 咧，大家心裏面咧可能會有兩個嘅聲音，一個係會話呢樣嘢好正啊，好想學啊，而另外一個就可能會話 Oh my God， 我已經好忙噶啦，仲要學新嘢。請你放心，今日呢條影片咧唔係要增加你嘅負擔，而係想送俾大家一位唔識得攰嘅超級助教。試諗下，如果你嘅教案 brainstorm 只係需要5分鐘，如果每一位學生都擁有自己嘅家庭教師，如果你嘅課堂能夠瞬間變出一啲歌曲或者係啲圖畫，呢個就係生成式 AI 能夠帶俾我哋嘅魔法。今日我哋唔會講一啲好深嘅程式，我哋淨係會講點樣用 AI 去令到你嘅教學更加輕鬆、更加有趣。準備好未？我哋開始。好多人咧覺得 AI 好蠢，咁其實係因為我哋唔識問問題，問錯咗嗰個問題。AI 咧就好似一個啱啱轉學嚟，好醒目，但係唔識班規嘅學生。你需要咧俾一個好清晰、明確嘅指令佢。呢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提示詞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我哋跟住嚟睇下一個實際啲嘅例子。有時我哋想寫教案咧，可能就會打一句幫我寫一個教案俾 AI。AI 呢個 moment 咧，心裏面就諗啦，咩科目、咩年級教啲咩，我乜都唔知，我可以俾啲咩你？佢唯有就俾一啲空泛嘅內容你去，於是乎你就會覺得哇 AI 都係不外如是啫。但係如果你試下將嗰個 prompt 改成好似畫面上面咁樣，你而家係一個資深嘅小學科學科老師，請你幫我設計一份關於植物嘅光合作用嘅教案，對象係小學3年級嘅學生，請用生動活潑、充滿探究式問題嘅語氣，並且包含一個簡單嘅戶外觀察活動，最後請你用表格嘅方式呈現出嚟，你就會發覺成個效果唔同晒。點解呢一個 prompt 咧能夠咁成功，能夠俾到一啲你想要嘅嘢你呢？主要原因因為佢用咗 CoStar 嘅 prompt 框架。CoStar 嘅框架咧分別代表咗 context 背景、objective 目標、style 風格、tone 語氣、audience 受眾、response 格式。我哋用翻頭先啱啱嘅例子嚟講啦。我話俾 AI 知佢係一個資深嘅小學科學科老師，呢個就係我哋界定一個角色俾佢，呢個係 context。叫佢幫我設計一份關於植物光合作用嘅教案，呢一個係個 objective 目標。話俾佢知個對象係小學3年級嘅學生 audience 受眾。叫佢用生動活潑、充滿探究式問題嘅語氣，呢個係個 style 或者係 tone。最後叫佢用表格嘅方式去呈現，呢個就係 response 格式。有冇發現到個差別呢？為咗大家好記啲，記住 CoStar 呢個框架，掌握呢個框架，你就係 AI 嘅指揮家。好啦，咁學識咗講嘢，咁跟住點呢？跟住我哋就要知道揾邊一個去幫手啦。除咗大家熟知嘅 ChatGPT 或者 Gemini 呢一種嘅文字高手之外咧，其實喺 AI 界仲有好多身懷絕技嘅專家嘅。首先咧，我要強力推薦一位音樂大師 Suno。以前咧，我哋要作一首歌咧，可能去記一啲課堂嘅重點咧，係非常之困難，因為你一定要有基礎嘅音樂知識啦，又要識得作曲啦。咁但係依家咧，你只要喺 Suno 嗰度輸入你想作嘅詞，然之後咧幾秒鐘佢就有一首原創嘅歌曲誕生咗啦。咁我曾經咧因為試過咧同學仔咧中意聽啲 K-pop 嘅音樂，唔中意温書咧，我就將常識裡面有一課動物嘅繁殖嘅學習重點咧放落去 ChatGPT 度，咁然之後叫佢幫我生成一段歌詞，然之後我再將呢段歌詞咧放咗落去 Suno 裡面，要佢用一種輕快嘅 K-pop 嘅效果啦、廣東話啦，要加 rap 喺裡面啦，然之後就生成咗一首歌俾學生去聽住嚟温書。結果呢啲同學仔咧聽完之後咧係可以 rap 得翻晒啲重點出嚟話俾我知嘅。咁嗰個喺跨學科領域啦，或者可能我哋要背誦一啲重點上面咧，個效果咧都係非常之驚人嘅。再嚟咧就係視覺設計師 Nano Banana。當你喺度做教材嘅時候，揾唔到合適嘅圖點選，直接叫 AI 幫你畫。譬如你需要一張着住太空衣嘅貓咪喺月球上面種菜，嚟引發學生嘅寫作興趣。AI 1分鐘就可以畫到俾你，而且冇任何版權嘅問題。
最後咧就係簡報救星加碼啦。如果你聽日要睇堂，但係又未做完簡報，加碼可以俾你淨係輸入個大綱，自動生成排版非常之靚、圖文並茂嘅 PowerPoint。佢可以幫你慳翻80%嘅時間去執字體或者揾圖片嘅問題，等你可以專注翻喺教學嘅內容上面。好多人就問我 Frankie，AI 係咪淨係可以攞嚟生成一啲題目啊，去考啲學生啊，或者做一啲預備課件呢？咁樣嘅話呢，你就太睇小佢啦。如果 AI 淨係可以攞嚟出題，咁你不如上 Google 揾補充練習揾答案好過啦。我哋可以用 AI 去做一啲以前好難做到或者根本做唔到嘅嘢。咁接下來咧，我會分享2個咧我曾經做過嘅 AI 教學嘅。咁啊，首先第一個咧係一個模擬器嚟嘅。咁啊，當然唔係模擬一啲我哋經常都能夠發生到嘅情況。咁啊，係一個模擬地球咧遭受到唔同人類嘅行為嘅一個影響嘅模擬器。咁我寫咗啲 prompt 咧，可以令到嗰啲同學仔咧去問一個人類行為，好似如果電話亭咁樣，如果發生咗啲乜嘢事，咁啊對於地球嘅生態鏈或者佢嗰個環境會造成啲乜嘢嘅影響咧？可能係一啲好嘅影響，亦都可能係一啲壞嘅影響。咁同學仔就可以通過呢啲可能係天馬行空嘅問題去問個 AI 嘅模擬器，得出一個結果。咁呢個咧喺 AI 嘅教學裏面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常用嘅方法，可以模擬一啲唔會發生或者好難發生嘅情況。咁另外一個咧比較常用嘅地方咧，就係攞嚟做角色扮演。咁啊，你可以設定一啲角色啦，然之後就要俾學生咧去同呢啲角色去對答。咁啊，當然唔好揾一啲好容易就可以傾到偈嘅爸爸啊、媽媽呢啲咁嘅角色，而係揾一啲可能已經過咗身，已經好多年前，甚至可能係一啲虛構嘅角色，去同佢做一個角色扮演嘅遊戲。咁當其時咧，我就做咗一個抗日戰爭嘅課題，咁就俾學生咧去同抗日戰爭期間嘅一啲軍士啊、大學生啊或者農民咧去做一個深度嘅交流，等佢哋知道當其時嘅嗰啲人民咧嘅生活嘅情況係點樣樣。然之後咧，佢就會翻到嚟學校咧，係做一個角色扮演，去做一個激烈嘅討論，去探究究竟抗日戰爭如果發生喺你身上，你會去點樣睇呢件事情，從而去知道我哋國家國土安全嘅重要性同埋和平嘅重要性。我哋都知道咧，因材施教係最好，但係依家嘅課堂咧1對25、1對30咧，老師真係分身乏術搞唔掂。但係依家咧透過 AI 咧，我哋就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咧咁樣達到4種嘅差異化。第一咧係個內容差異化，我哋可以將一篇新聞抌俾 AI，叫佢改寫成為一個小學3年班嘅程度，俾一啲閱讀較慢嘅小朋友。同時我哋可以請佢增加一啲批判性思考嘅問題，去俾一啲資優嘅學生，一鍵生成，各取所需。第二咧就係過程差異化，同樣可能都係學緊數學嘅比例尺。AI 可以幫一啲中意動漫嘅學生去設計一個繪製尋寶地圖嘅任務，幫一啲中意運動嘅學生咧去設計一個球場規劃嘅任務，用興趣去點燃佢嘅學習動機，咁樣小朋友先至會想學。第三咧係成果差異化，中文作文堂唔再只有可能寫作文嘅一種選擇。你可以請 AI 去生成一個學習鷹架，俾能力較弱嘅學生先練下填空造句，等程度好啲嘅學生可能挑戰劇本創作。每一個人咧都能夠喺自己舞台上面去發光。最後第四咧係回饋差異化，老師唔再淨係俾分數，我哋可以將學生嘅作業擺入去 AI 裏面，由佢充當一個引導者，俾個指令佢，唔好俾答案，叫佢指出邏輯嘅漏洞，並且俾鼓勵。咁樣每個細路咧都能夠得到一個好溫暖而且係好即時嘅專屬指導。各位老師，技術進步得好快，但係教育嘅本質一直都冇改變過，嗰個就係愛同埋引導。
AI 可以幫你生成1萬份教案，但係佢冇辦法幫你生成一個溫暖嘅眼神。AI 可以答你好多唔同嘅問題，但係佢冇辦法好似你咁睇見小朋友眼裏面嘅光。當 AI 去幫我哋去處理一啲知識傳遞同埋差異化教材嘅繁瑣工作嘅時候，我哋就可以慳翻啲時間落嚟，慳翻嘅時間去做一啲嗰啲 AI 做唔到嘅事情，去關心我哋學生嘅情緒，去設計一啲更加複雜嘅專題研習，去進行多啲人與人之間嘅連結。請將 AI 去視為你教學上面嘅助手，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成為你 AI 之旅嘅一個起點，去試下探索呢個全新嘅教學世界。最後，我將我自己喺人工智能教育方面嘅收藏咧，放到去螢幕嘅呢一個網站嗰度，內容咧我會不定期咁更新，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去學習點樣使用 AI。多謝大家。